吼。后来，即摆要来讲哦，困加罪，加罪到底打两字吼。我的看法吼，当然是有根据，袂讲我个人讲看安尼就是安尼吼。是台湾语典吼，咱迄个连行吼，写的迄个啥呢吼？咱知影有写吼，记录咱台湾有一本足重要《台湾通史》吼，《台湾通史》。啊，但是人伊还佫有写一本吼，记录台湾语言的吼，就是咱台语的，或者吼台湾语典。内底就将加罪写甲解说甲足清楚。即个加罪吼，应该是迄个啥呢？家啦，就是迄个山家的家，山骹火车头迄个家吼，哦，遮即个吼，我才有一个困加罪有无吼？啥叫做加罪？就是达到最佳的哦，最佳的迄个睡眠状态了，就是睡得很舒服，睡得很熟。所以较早的老一辈吼，你看因讲加罪吼，即两个音拢是文读音，而且拢是即个啥古汉语的迄个吼，即个音吼。啊，来遮足重要一部分就是咱即个语言哦，不管是台语也是华语吼，甚至是吼即个吼客语，就是咱的客家语吼。即个地头、源头拢是古汉语吼，这是一个伊发展的过程吼。啊，就是讲吼，啥叫做困加罪，就是遮写讲的吼。迄个加罪加是足好的意思吼，所以加罪就是睡得很好吼。那个家就是睡得很好吼，所以这个吼，若是我要写吼困加罪吼，我个照安尼写吼。这个就是用家人的家吼，这个吼好，这个小概这个困加罪吼，啊，我根据是台湾语典吼内底吼，都拢有记载甲足详细吼，应该是这两个加罪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要甲大家补。